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串联地。伫迄个无电视的古早年代，一般家庭暗顿食煞以后，上主要的活动就是伫门口埕纳凉。大人开讲讲古，囡仔踮边仔耍。节目说入去，咱来听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宏杰老师回想伊囡仔时代月光暝。世界科技行进步，台湾文史倒翻科。热天的日头足猛，但是日头落山了后，这个气温就转凉啊。这个时阵规家伙暗顿食饱咧，就规身爷咧。来定的安尼，罔坐凉，罔开讲举这个龟线来赶网。龟线古早龟线拢是槟榔下线槟榔下甲扣来加做龟线，龟线会用于热风，嘛会用于赶网，佫会用拍囡仔尻川做迄个叫做驾驶的这个工具。另外规支的槟榔下佫会用于摕来做槟榔下车大汉的拖互细汉的坐，当做车安尼拖咧行，拖咧走若慢慢行，就是坐车，坐牛车。若走较紧的就是坐汽车，还是坐飞机安尼，会用算甲真正深熟。伫坐凉的时阵呢，月光暝就会用去坐较暗，若月暗暝呢，就会较早去困眠啦。月光暝咧坐较暗的时阵，士大人拢会讲一寡故事啦、药买菜啦，教囡仔念谣啦，会当安尼联络即个大细的感情。较早做囡仔时代比较接咧念的即个念谣。念谣的特色就是讲，伊无一定有意思，但是伊的原则就是押韵好念、真顺安尼我来念一个机弦，机弦吼声大，吼要嫁翁婿，翁婿无饭食，嫁目囝，目囝人要穿，嫁家玲，家玲噗噗飞，嫁西瓜，西瓜人要抬，嫁秀才，秀才骑马走，机弦搁再叽叽吼。这个囡仔歌、囡仔念谣的内容呢，无一定有意思就是安尼念了顺安尼尔这袂使去计较伊的意思，袂使想甲遐真啦。搁再来，偏偏这个念谣类似的足济是安怎？因为传来传去真济人拢会袂记哩啦，走进去啦，还是改编啦，才会变做讲有当时隔壁庄的念谣都无共款啦我再来念一个月光光月光光光几时？光月半，金针加金线，金线花挽两蕊，一蕊加老土，一蕊加老水。叫鼓曲，鼓毋曲；叫锁曲，锁毋曲。老婆曲起来，鼓爱，锁爱。拄好囝婿对家来。严家鼓赶紧掠来抬，这个是咧教囡仔学讲话所以就咧转韵安尼另外月光光伊的迄个版本非常非常的济我再来念一个月光光秀才能骑白马过南塘，南塘未得过，掠鸟来接骨，鸟掠袂着。也得个弄来晓，来晓跋落田，捡酒盘，酒盘要底酒，捡扫帚，扫帚要扫个，来一个卖杂世，卖杂世摇玲珑，叫西公，西公要读书，
囡仔身家愈破裤，这是足侪版本其中的一个啦。其实以前我嘛拢想讲，秀才骑马，秀才骑马是安那过南塘，嘛有人读南塘，因为安那，因为伊头前的月光光，伊念做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南塘，拢押韵的关系安尼，南塘就是池塘，就是水窟啦，鱼池水窟啦意思。是安那讲南塘呢，就是南边的，因为古早的厝上好是起往南的，往南的头前有鱼池，后壁有果子园，所以才会讲南边的这个水池叫做南塘，暖暖咱们去，咱的故事探万地。为着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咱特别伫旧年的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记忆征文活动，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踊跃来投稿。咱今仔日要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台南市善化区王俊雄先生所写的作品，由洪昭文朗读，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三合院的记忆。记忆中，细汉的时阵，每一届厝内的亲情，若有人娶某，也是拜拜，也阁有农作物收成的时，厝边隔壁大家拢会来斗无闲。印象中，阮厝的顶斗不时就是闹热足无闲，因为阮大家拢是一家伙仔。住伫即个三合院，互阮上大的意义就是，知影啥物是友好，啥物是轻欠。阮兜的三合院嘛，差不多有80栋到100栋的历史啊。因为住伫遮的每一个人，自细汉就会甲四大人斗做事，斗牵牛食草，厝内底的工课嘛拢会斗相共。所以讲，咱庄脚囡仔一定拢足乖足听话。其实，阮三合院的顶斗，平常就是足侪人，大家行来行去，拢足无闲。若到暗时啊，食饭饱了后，阮爸啊，即讲因就会小少伫顶斗泡老人茶。囡仔人总是较好闲，我就甲因做伙啉老人茶，因为毋捌啉过老人茶。第一喙啉落了后，感觉有够苦，有够歹啉，足歹落喉。另外，细汉的记忆中，若像时常地动，所以规家伙仔就将眠床搬出来门口埕。一方面嘛较凉，因为有当时啊，地动小连续几若工，即马想起来。嘛足恐怖。另外，每一档的中秋节，大家拢会伫顶斗泡老人茶以外，阁有爬油啊、食月饼、嗑甘蔗比赛。有当时啊，拢食甲饱叮当，亲像有生几若个月同款，行袂叮当。
这个当时，拢会想讲，天顶的嫦娥姐姐，敢会飞落来甲咱开讲？也毋知影因伫天顶过了好无？所以，三合院互咱的印象，也阁有记忆，就是规家伙仔的共心，阁互咱彼此之间会当知影什么是感恩，什么是缘。这嘛是累世累劫所结的因缘。最后，阮嘛是足感谢细汉时阵，甲咱疼痛用心照顾的伯啊、职工因，伫遮真正爱用12万分的敬意来感谢因，甲祝福因，祝福因老大人身体勇健食百里，平安吉祥，感恩。你看咧，真冷霜，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只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你看咧，雨丝香，暗顿食白影闪闪，五树山孤红的线，金石脚月亮出遐顶，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